台湾庙会顶头是800款，不过这十字宝架你敢有看过？民间信仰内底咧，这十字宝架是祖先牛年的保障，会当驱邪镇煞，互囡仔会当好药吃。台南麻豆南市保安宫传承这项顶头上百档啊，头起上这成员是限定查甫，买手对时代改变，查某嘛会当加入。庙方即阵嘛甲学校合作来推广，希望这项文化会当代代传落去。一个接一个，地面飞人身躯穿红衫，双手提雨伞甲开信，因当咧拍鼓练雨伞挥大八卦。这是全台顶头内真罕看会到的十字宝架，成员由12种的宝架甲一个宝架架组成的。源头是咧讲单靖国保护妇女参红领的故事。虽讲宝架咧表演的动作无真大的变化，不过这煞有特殊的宗教意义。算迄个守护神啊，迄个对身体也是生生囝有无？这方面的上好啦。做头前就是要人甲迄囡仔收惊，就互伊无因时啊好困，毋是干那囡仔尔，大人啊都袂使。甲无我真咧叫这些人出来学，无我也无讲，就拢去团哩啦。麻豆南市保安宫的十字宝架对民国10年成立，经过5代宝架头来传领，到达传承上百档。本正顶头的成员，敢若查甫的尔。即阵时代改变，加上少子化，就惊文化失传去。地主因买手开放查某的，嘛通做伙参加。比方讲，无论是定制装扮，也是遗弃传统，袂改变。查甫的吼，会体力较好出来担当，所以阵就是讲有这个装丁出来担任十字宝架。啊，因为到这个民国70年来，因为工商社会演变，查甫拢出外趁食，所以阵才来成立查某的来配合。对阮大官对伊传互我，伊年会有啊，然后叫我落做，做甲我真做甲做要30档啊。十字宝架是本地的一种南宁5大香口之一的麻豆香，会使看到。庙方指出，现代少年辈较无兴学这，近来因主心参在地学校合作咧推扫，嘛伫庙内打造展示文物的空间，毋望珍贵的资产永续流传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